伫即礼拜3月6號，2022年的副都版嘛，會伫永華市政中心西邊的廣場正式開始。副市長戴千代表市長會特出席這擺行政記者會，並特別感謝台灣港務公司、閣有台南市體育總會，也閣有各大贊助廠商的協助，互伫今年會當疫情較無嚴重的前提之下，互比賽準備要順利開辦。那去年因為這個疫情是有稍作的一些變動但是今年我們期望在這個3月6號就能夠5點鐘來舉辦這個活動那在這個地方我們要特別謝謝我們這個台灣港務公司再次的這個跟我們合作，然後規劃這個路線，讓我們這個路線能夠進到這個安平山港去體驗這個無敵海景無敵海景，還有這個港務風貌嶄新的這個亞狗遊艇城。台南市局局長鄭新輝表示，為着要落實防疫工作，所有的選手攏必須愛至少注射過一劑疫苗滿14天，並伫咧動工的時陣愛交健康的證明，讓大家會當享受安全健康的戶外活動。出席伫台南的馬拉松好手吳瑞恩嘛透過記者會提供專業的建議，和準備要參加比賽選手。這團我以往是在第一個水站就會先拿水，對，所以拿起來喝，不然就是拖一下身體做降溫都對成績都會有蠻好的表現。過去伫咧比賽中提供的美食受到真濟選手的熱烈歡迎，今年嘛伫17.5公里處準備美食提供予選手來享用。同時嘛提醒大家伫咧禮拜時陣拄到比賽用路，愛麻煩市民朋友會當予因鼓勵並適度來行。當然新聞劉品言採訪報道。